不干脆，不个生，哎呀呀呀！对，我关注这边，我去这边，我没干这个嘞。啊，白种，别么往起是个嘛呗？呀，我关注这都激动的，让不是国际的牛个，啊，公路牛个也没不了，我去加拿大去这边，呀，关注这种我做动的。天看把汉子的吧，俺妈的吧。对对对对。等那些啊。跟陈大都不等那干的。对呢。天俺妈的给了。啊，我这里上水了的。这给了那点头呢。米的时候等那还去关注这个似的，对了，咱啊，对。啊。呀，让他干过去这个的。啊。对，等那去啊，不是的，他们的女亲。哦，就是盯到中央的哇，他亲的就是，让干个那弄啊。呀，让带晓得给了。家带晓得。让拍干呢？八宿，带干几个？阿姐等那让怎么说吧？带干啥？阿姐带干几个？阿姐等那龙巴等那个。那我去个呗。我去干嘛？别么往进是个了呗？不干这个？不跟你。不你不记得打就注意。不国际女性。那不个也是。呀，这女的呀，过去。这女的可。牛妹妹。不哥哥一直不。là phải chỉ bảo thằng nó bố làm gì làm cái như ya chín là ta bố yan chạy cho mà现在装了也直播错林竹县你们去过没有呀带学的直播错看啥的都菩萨穷穷的我三多等那个嘞呀小可用没小的噻没用的家个嘛的呀直播错呀直播让拍干呢？哎呦，你那么？你那么是你那么的吧？一个车的吧？我一个车。带个几个？两个车。两个干几个？十个等。啊。十八大姐，在工厂老板嘛的上。拉车两个呗。拉车。大车干谁？中东，拉车他哪个弄喂？他那个么多，大瓦生人知道的家个多，大瓦人知道的家个多啊，老千知道呀这家个多。大瓦生人知道的呀，那你，那我去个呗，关注这一呗。啊，就公羊那么多也不公羊，不公羊那么多，是吧？呀，像你车上卡住。这最的是个关注没呗，俺我心没呗，关注没呢，干这些个嘞，可让跟自嘛讲关注这些，俺关注嘛这干这个，跟自嘛么多让直播呢，在林州县。让俺关注前途啊，等那去啊，让等那呀亲戚，哪个姐女去，哦，裤子、鞋子、衣服买了，说要去啊，想把带再可以就是个车了，带车子可修了，三个的。那个黄金戒指拿过来吗？要收。今天在灵珠县那个比利乡。啊，给了。干的。开车不要看直播啊。关注姐姐哟，让我去个呗。我去。俺没干这个嘞。别么往前是干钱的。
你妈想弟兄给，马尔达妈妈想弟兄给的啊。瞧什么？瞧俺是关注是小白马王去了关注知道俺马尔达的，小白马王去啥个会睡？俺那也关注钱都小。到机场了，休息一会。要登记了，家人们。给家人们分享飞机上拍的美景。镜头一转就下飞机了，安全落地。你们猜拿这么多现金要干嘛？拉萨贡嘎机场，吉雄村的人来接待我们了。索总还有白总的弟弟，我们又见面了。经过羊卓雍措了家人们，已到达吉雄村。哇，好多人拿着哈达等待。给白总献哈达了。真的人太多太多了，有好多人给白总献哈达了。吉雄村的人很欢迎白总呀。给你们看看这边有多少人。白总在欣赏节目，吉桑老师也在。吉桑老师也表演他的才艺了。索总去献哈达了，看这走法。白总也去献哈达了。你们觉得白总帅不帅？家人们，索总也去了，吉桑老师也去了。嘿嘿，这姿势，有好多节目都没有录下来，真的人太多了，你们看。演出完了，白总给吉雄村和演出的人给了30万。小许的嘞。Lusim dewa ma lu cho jibi jungji chubi dunga jini ba ma lu xixing dang top tamba dang ce rin ne me deji tamba shok lama kunjo sumji tuji da khandro chushung sumi nidu da lande luwa me tendo ngwa manam tapse ndubar shok大体名的干啥？出这么多的，大陆
你们去做我这个，这当们就是严重的。朋友们，好久不见！9月22日，也就是说明天拉萨市那边的话，阿罗布巴公司邀请大家来藏地阳光演艺中心和宗巴拉演艺中心以及央吉占佳木演艺中心这3个演艺中心里面，请大家喝酒啊，全场由阿罗布巴买单，欢迎大家到来啊！9月22日，也就是说明天啊，兄弟们别忘了时间，早点来啊，早点。扎西德勒，哎，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快手的朋友们，这2天快手玩的太开心了，兄弟们！哎，真的是你们太好了，对我非常开心与大家认识啊！你就听的呢，打西部这江松啊，这不那把做，打啥个啷个，等你俺别么忘记跟的啊！你就听他用的了，我白么忘记的快手号是这个，大家点关注，赶准去，打。先把西部用个打啥个啷个大家不认个真不错，哎呀，扎西得嘞，拉萨了济南把所有下年嘎做，等你俺样拉萨了同体，大头公公么俺从阿罗布巴唱歌，拉萨了我多么忙他们去了中部的年龄做的人多啊，济南把对手当康巴哎呦下年说。对处当康巴用的，俺最那是藏地阳光个那个康的，总把那个那个康，杨家家没那个康什么了，年龄做的人都做不做。等你特工公么吃出几把看你拍票了，像你说，我们得说马克马都样，特工着送东沙奥萨玛利亚像你说，等你特工公么俺做娘的家用像你说。兄弟们，今天我们在林芝市郎县这边。你们来过林芝市郎县没有？郎县的这个青椒酱，还有水果都非常的好吃。因为这次时间原因呢，没办法待很长时间。下次有机会一定要来一下啊！谢谢大家。今天通过几个小时的时间跟郎县的父老乡亲、新老友伙们的接触啊，非常的开心。以及巴哈萨了，这里靠爱什么样的叫做的不久，弄大卡了，给跑干的他，什么啥就屋里的娘皮里，这里靠卡了圈娘皮里就屋里，还在变么子吧？干不啥不的一这里忙完了，大家做老猪的才了呀，俺给老猪吃个在了，吃个老猪俺给在了，这里啊是的，那去那吧，俺给什么的差不多有，打什么的就是，来吃的那里不的，有那样大家都。第一次过路节啊，这里俺做长毛大娘皮呀，大人的叫做不到，我给看到觉得就不领他就是往哪家去啊？呀，这里夏天嘛，给多说的大，什么同不的，那领个东西啊，稍微就不再痛了，力气啊，稍微有力气啊。是，呀，夏天那说的也错，你话那说，学生的。哎，看你，把他。